我而家喺廣州嘅白雲山啊，今日係10月6號，係農曆嘅8月15，係中秋節。點解中秋節要定喺8月15呢一日？同埋中秋節點解要食月餅呢？嗱，今日話你知，因為中國古代人咧係計農曆噶嘛，咁啊農曆咧7月、8月、9月呢3個月就係秋天啊。咁8月15呢一日啱好就係成個秋天嘅中間嘅呢一日。嗱，你計下，8月15就將7、8、9 3個月分開咗兩半啊嘛。所以佢就係中分咗成個秋天，就叫中秋節啦。咁啊，中秋節咧點解要食月餅呢？其實最多人中意食嘅就係五仁月餅。呢五仁啊，其實就係代表中華傳統文化嘅五福。嗱，五福臨門講嘅就係呢五仁啦。嗱，邊五仁呢？大家知唔知呢？就係芝麻仁、核桃仁、杏仁、瓜子仁同埋欖仁。咁啊，有啲地方咧就會將欖仁換成花生仁嘅。但係無論邊種人都好啦，其實佢都係代表咗五福。五福係邊五福呢？就係長壽、富貴、康寧、好德同埋善終。嗱，咁樣理解啦。你將長壽咧當成係銀行存摺裏邊嘅嗰個一。嗱，有咗一，後邊嘅零先有意義噶嘛。所以長壽係最緊要噶。張弛喺廣州啊，祝各位健康長壽，中秋節合家團圓。